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彰化县政府推出着高级旅游的行程，会当深度来探访着鹿港的老街，甲国宝的工艺大师来对话，品尝着上界正版的台湾茶，到这个上顶级的饭店，阁会当食着总统级的国宴，3天2暝，一个人是16800。有民众讲这伤贵啊啦，这个介绍拢通啊全台湾岛半年咯。 人客啊，来彰化耍3天2暝，爱开16800，安尼你敢有愿意？平民美食，然后古逛古迹要花到这些16800，我个人觉得比较贵。那16800的话，应该台湾可以绕半圈了哦。3天16800，到底会当耍啥物咧？ 咱自头一天开始，会当来游览亚洲只有2个盛行车库，再来过来鹿港老街，会当来食鹿港小吃宴，阁会当来参观玻璃博物馆，来到号称是全世界上抢赢的精品酒店。第2天，咱来行鹿港龙山寺，欣赏国宝大师的创作，阁会当甲大师面对话。再来转往南投德山，来啉上正统的台湾茶。暗顿当然爱来食5国元首国宴的高级菜。 第3天，咱来行埔里中台博物馆，再来转往日月潭，来看游客中心的好山好水，阁会当坐伫个船仔顶啉下晡茶。安尼3天2暝行落来，一人只要开16800。彰化县政府即马甲饭店业者合作，推出高级的行程，互会敢要开的消费者来体验彰化的历史甲人文，可以融入当地很多的传统的艺术的地方。 鹿港的一寡工艺吼，你若侪人来参观，侪人用，就会搁较提升。无定着你会甲我同款，认为安尼有较贵，但是目前已经有8团在行路。县政府阁邀请国际邮轮协会理事长先来彰化偏芳，希望会当争取国内旅游的商机。